乡亲高早，欢迎收看今日3月初5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开始，咱来关心咱国内的武汉肺炎，并无新增加感染人数，所以也是维持伫咧42例。也毋过惊病毒会伫咧大型活动内底传。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今仔日会对外公布公众集会的指引详细内容。指挥官陈时中嘛坦白讲，伊讲甲时间久长来看，社区感染是无法度避免的，所以防疫袂使放零。为着要应应武汉肺炎疫情，原本这个月底要举办的高岗8暝大甲马百年文章的进行活动转来延期。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公布新版公众集会指引原则，会照 WHO 的建议，针对1000人以上的大型集会进行风险评估，而且人甲人爱离1公尺以上。第一个，就要对于相关的参与的人员，他的掌握度。他掌握度包含他的一个旅游史，跟他的一个接触史，那能够掌握的越清楚，那当然问题就相对的少。因为台湾武汉肺炎确诊病例数量已经42例，未来疫情会怎样发展？指挥官陈时中表示，长期来看，社区感染是无法度避免的，因为病毒会变异，也有无症状感染的特性。等待天气变较热，病毒敢是较袂活的，即马拢阁唔知影，所以防疫的部分嘛唔敢放零。现在虽然在整个的控制在相对的零星，然后不过我们也不会天真到就是说以为台湾就会这样子就会避过，那但是能够避过当然最好，但是我们不会说把它当作会避过这样来准备。另外，台北市联合病院脱出51个医护人员，因为武汉肺炎的防疫压力伤大，想要集体来辞职。不过，经过卫福部敲电话了解了后，确认无这件代志，即马已经要求病院1礼拜以内爱设员工关怀机制，注重员工的心理反应。特别是在特殊单位照顾者每天呢所承受的压力跟身体上需要穿着这样特殊的防护装备跟穿脱，其实这样的压力是很大的。陈时中强调讲，医疗人员接见疑似病人，也是确诊病例较侪，虽然因拢有受过真好的专业训练，不过心压力也是真大，呼吁大家互相体谅，做伙渡过难关。若是台北市联合病院嘛发声明，佮强调讲，永过伫咧过年了后，拢会有一波同事，因为个人生涯规划转来辞职。今年1月份到3月份，离职护理人员总共有86人，比去年同期增加9个人。记者综合报道。进武汉肺炎的疫情严重，全世界批拢病真严。根据一份统计，咱台湾自本是互世界认为讲是疫情第2严重的国家，也毋过即马咱台湾的病例数排名是落到第16名。美国嘛学到咱台湾的防疫做甲真好、真认真。武汉肺炎疫情拢无停，台湾所面对的挑战也愈来愈多。不过伫这个时阵有好消息，随时国内无出现确诊个案。而且第33加39案经过调查无其他接触者感染，宣布结案。33案跟39案，33案从大二版旅游回来的那39案就是从这个应该是到杜拜杜拜相关地方旅游回来。那这2个案子也没有往外扩散的情况，所以这2个案子也算是结案了。台湾边海国家确诊病例数一直增加。原本互人认为离中国上远的台湾，可能是这边疫情内面严重到第2名的国家。美国的期刊专门报道，讲台湾对新冠病毒透过大数据分析、新科技加积极主动采检，对预防大规模感染效果袂歹。有迅速的认识到这个危机的发生，另外也针对这个危机紧急应变。那另外也像它里面有特别提到，我们这个指挥官每天都开记者会，那针对这个不实谣言，还有这个安抚民心的事情，那做一些沟通。文章讲，主要台湾的防疫经验包括禁止喙炎出口、喙炎实名制、指挥中心超前部署等应对措施，会当予其他国家做未来防疫的参考。伫即马台湾全世界病例数排名已经降到第16名，名次是愈排愈后壁。也代表防疫的决策有效果。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即马新型冠状病毒伫全世界的确定病例已经超过94000例。咱来看上新的统计，即阵中国的确定病例有80273例，死亡的人数2981个人。咱台湾目前有42例，香港有101例，日本有331例，南韩已经超过5000例，有5621例。
新加坡有112例，啊那伊朗有2922例。伫咧欧美的国家，意大利疫情同款是真严重，已经超过3000例，有3089例。伫咧美国有153例，啊那伫咧法国是有285例。来关心美国的武汉肺炎死亡人数已经有11个人。美国的国防部即马是表示讲，伫咧未来30天内，这个病毒会伫咧全世界大流行。另外，伫咧意大利，疫情是继续搁咧传，又搁增加587个新的案例。目前，迄个所在病例已经有超过3000例，啊那死亡人数嘛超过100人。意大利已经宣布讲，因的学校要停课，要停到3月中。意大利伫当地时间随时搁在通报500个武汉肺炎病例，确诊病例超过3000，死亡人数也破100。政府已经下令停课，全国各级学校甲大学最5开始停课到3月15。Abbiamo ritenuto di disporre la sospensione delle attività, come ha riassunto l'amministrazione, sino al 15 di questo mese. 紧急停课是惊疫情拖入去学校，有民众赞成要让人为新冠突然。Sono assolutamente d'accordo, anzi auspicavo questo provvedimento già da parecchio tempo, perché temo l'insorgenza di un focolaio scolastico. Io penso che è una tragedia, soprattutto sia a livello scolastico per gli studenti, ma anche per i genitori. 意大利政府强调会尽全力控制病毒，也讲若是确诊病例数继续增加，医疗体系恐惊无法度负担。路透社也讲，政府准备要求民众莫握手、莫烧染，以防止疫情传开。不过官方无证实这项消息。另外，德国到初时累计病例数262例，政府讲若疫情失去控制，无排除要封城。不过讲这是最后的手段。本来后礼拜要举行的莱比锡书展也决定停办。在法国累计的病例数到285例，政府讲若疫情继续传开，有可能会进入防疫第3阶段。讲是学校会停课，公共运输会暂时停来。不过闭关2天的罗浮宫已经伫咧随时重新开放。英国伫咧随时新增加36例，是目前为止一天内面上多，总共病例数87例。政府前一天已经宣布正立紧急程度相关的第4级事件，也将武汉肺炎列做法定传染病。另外，伊朗的确诊病例挖近3000，死亡92人，拢无反核现象。美国讲愿意协助伊朗对抗疫情。不过，伊朗总统罗哈尼讲，除非美国解除对伊朗的药品和食品制裁，若无讲要到3天拢是白菜话。مردم ما به خوبی میدونن شماها دروغ میگید واقعیت رو نمیگید. 美国各地的防疫战也无啥好拍。到台湾时间初5早起6点，美国的确诊人数到154例，死亡人数11人。美国新闻周刊摕到国防部的文件讲。5家大楼有过病毒可能伫咧未来30天内将做全世界大流行的传染病。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关心香港的武汉肺炎疫情，香港的好野人周卡2的狗仔，即马嘛互验出有病毒，所以是真早互验出病毒的狗仔全世界的头一例。另外，昨昏香港政府嘛有派2班专机去中国，甲留伫乌北的香港人载回去。对武汉出发的包机。甲一个留伫咧乌北的香港人接回去。第一班伫初4下昼到香港，第2班暗时10点外到。本来2班总共要接258人，尾也是因为有人体温无符合规定，一个人决定外坐，所以只能载244人回来。咁衛生署嘅同事咧，亦都會向機上香港嘅居民咧係講解衞生嘅須知啊、檢疫嘅安排，同埋喺落機之前咧係量度體温後咧，如果佢哋冇任何症狀嘅話咧。亦都會係直接將佢哋咧係用專車係送往火炭嘅駿洋村檢疫中心接受咧14天嘅檢疫。乘客落飛機了，就由港府所安排巴士接到火炭駿洋村接受隔離。伫初5一個2班包機，不過港府也無法度確定人數。原來是第一批自日本登到香港嘅船隻公主號郵輪嘅乘客，14天嘅隔離期也拄好伫咧初5透早結束。有2個人伫檢疫期間確診，其他106人離開檢疫中心，所剩嘅100人也伫這3天結束檢疫期。嗰個郵輪 OK， 有陰影嗰啲啊？冇乜問題。另外，香港海峽人左橋兒嘅狗，經過3遍嘅病毒檢驗，確定伊嘅狗是綠陽性。專家認定狗已經是家庭島感染，
淹过会一直检测，一直到天气阴性才甲狗害予主人。包括随时也确诊的左桥的大嫂，加做群组感染增加到4人1狗。气候署也讲，即马无证据显示宠物会传播武汉肺炎，所以唔通随便弃养。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冷空气较贵，今仔日天气会变寒，而且卖落雨。咱来看温度，若受冷空气的影响，咱嘛受华南云雨系影响，雨水有较高。今日若这方面的北部、东部会落雨，北大台北嘛有雨发布大雨特报，连中南部拢会喷雨。明仔载冷空气才会减弱，水汽嘛会减少。明仔下晡只剩东部会落雨尔尔。另外要提醒乡亲，今仔日是24节气的更迭。人讲更迭，鸟仔拍湿，意思就是讲更迭了后，气温会豆豆变悬。若土肉内底的虫、真实啊，连鸟仔嘛会飞出来拍湿啊。因为天气受南边较温暖、较湿的空气影响，春雨就会愈来愈接，甚至会单类讲会死呐。所以即阵啊，若是要出门，爱早雨满雨伞较妥当。若温度方面变化嘛较大，今日透早北台湾的低温只有13度，其他的所在低温只有15度到17度。若日时北部的高温有18度，中部、东部是22度，若南部有27度。明仔载开始温度会略略回升一寡。再来看更迭。敢是因为安尼，所以秋兴滚塘嘛真神啊！秋兴滚塘原本应该是秋天较高炭，毋过即马是春天，嘛发现讲塘愈来愈济。目前咱国内钓塘海的有面积差不多是要2万公顷。去年6月，国内发现第一例秋兴滚塘，防检局继续透过性费洛蒙诱捕监测，产地生塘数量上高峰出现伫去年10月，拢总掠到4500多只。入冬了后，虽然减少，毋过雨量少，有时阵会出现摄氏30度的高温，数量又维持真悬。来到今年初，逐个月也是会当掠到2500只左右。最近这个回报回来的结果，有时候一张这个粘纸上面可能会有10几20只的这个虫数，那就是这个密度有升高。防检局表示，塘数增加可能是秋兴滚塘继续伫本土诞生，也真可能是继续随着气流移入。不过会当确定的是，秋兴滚塘已经伫台湾大落来。所有的县市拢发生确诊，不过嘉义县农业处指出，农民只要是加强巡查，量早积极喷药防治，就会当互损失降较上低。你有积极做一些药物防治的田区，其实虫害的状况是可以减少的，在整个产量的收成状况量也不会减产太多，对，大概还是可以收到80%以上。国内出现秋兴滚塘塘害作物，包括番麦、高粱、甲百慕达草皮，还未检测到其他作物。目前有关处理紧急的第2阶段，防治药剂甲头一摆的用药所需要工资由政府负担。记者综合报道。大家乡亲，做来看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先来看自由时报。北检侦办王立强强谍案，有2个新的共犯，是香港人林旭甲中国人苏建峰，2个人拢逢限制出境出海，也毋过因家己是认为讲因甲强谍案无关系，申请解除限制出境，也毋过台北地方法院是认定这2个人嫌疑重大，所以并无批准。来看《苹果日报》，武汉肺炎造成全世界上无已经有76个国家起红热着。美国国防部即马是讲未来1个月，这个病毒会伫咧全世界大流行。若前几日啊，世界卫生组织嘛已经甲武汉肺炎的死亡率对2%提悬到3.4%，而且讲也无人有这个新病毒的免疫，所以恐惊一个直头传出去。来看联合报，卫生部长陈时中昨昏伫咧立法院是表示讲，时间久长来看，咱社区感染是无法度避免的，目标是爱保持讲咱有才调、有法度顺顺来控制确定病例。伊嘛建议讲，1000人以上的大型活动，即马是卖办。另外，有风声讲，有一寡留伫中国武汉的台商，因为等无咱派去的专机，想要告咱台湾政府限制因搬徙的自由。内政部长齐国勇是表示讲，根据宪法第23条，若是为着公共利益甲社会秩序，是会使做出限制的。因要告嘛告袂行。也毋过有台商协会会长就跳出来背回讲，无人发起即款的活动。
第二批武汉大伤包机也未确定，青山传出有滞留伫武汉部分大伤，因为一直等待着第二批包机返台，建议提告总统蔡英文违宪，限制青山自由。内政部长徐国勇测试出席立法院，表示疫情期间依据传染病防治法加宪法23条无违宪的疑虑，若要过袂赢。现在卡关是卡在中国那边嘛，不是我们的问题。他们忽略了宪法第23条嘛。我们宪法23条规定说，为了避免妨碍他人自由，要避免紧急危难，然后呢要增进公共利益，然后维护社会秩序所必要者，仍然是可以限制的。徐国勇强调，咱国拢准备好比较选择公主号的行兵模式，也毋过卡关伫中国，呼吁铁流欧巴，咱国民众爱配合政府。我认为他们不会赢，所以他们应该更好的做法是，应该大家集体起来。配合政府，支持政府，配合横滨模式。也毋过，欧巴经盟大商协会会长对大商提告蔡英文自救的讲法严重否认。伊讲无任何一个大商会长以大商协会名义提告。金门台商协会没有发起过这种事情，我本人也没有发起。那这个台商协会，我到目前为止没有听到任何一个会长跟我讲说这件事情。甘肃南表示，争取台湾人回国，也毋过也无缘涉及政治伤济。头一批武汉大商包机伫2月23由中国的东方航空载运217人返台，也毋过第二批武汉大商包机却卡关，讲袂好势。咱国爱国际航空华航运送，中国方面坚持东方航空名单方面监管无共识，咱国开出121位名单，欧巴商代办一直化为已经交出900多位名单。自从武汉肺炎疫情爆发，包括美国、日本、南韩、新加坡、印尼等几个国家，都是派包机撤回武汉侨民。美国到2月17前后派出5只包机，其中3只由卡利塔飞机为武汉撤离200多人，2只为日本选择公主号撤离300多人。日本派出5只包机由专机空撤800多人，南韩出动大韩航空甲空军专机撤800多人，新加坡由客航运送，印尼是用军机包机模式。记者综合报道。上新的消息来关心美国的众议院伫台湾时间初五透早以415票赞成、无半票反对通过台北法案。美国的众议院昨昏审议参议院送去的台北法案，落尾要求用徛名方式来投票。美国的众议院今日透早以415票赞成、无半票反对全面通过台北法案。未来亦要求美国的行政部门爱协助咱台湾稳固邦交、参加国际组织，嘛要加强双边的经济贸易。台北法案即马就等参众2院参详好势了后，会送去予美国总统 Trump 来签署。同款是美国的民主党党内总统初选提名的选举，14州做伙投票，结果前副总统拜登即马是倒头赢过桑德斯。原本前4场的初选，桑德斯赢面较大，也毋过即摆的党内初选结果出来了后，前副总统拜登颠倒大赢。前副总统拜登伫咧民主党总统提名初选，超期礼拜二即天摕到9个州，其中包括第2大州德州，也反等于本来落后的形势。即马伫党代表票以566票赢过桑德斯的501票。It's good to see a strong, stable candidate that's not shouting and crazy, and we need some sanity in the White House. I think we're all fed up with that, and I don't think the answer is to go from one extreme to another extreme. I think Joe's got it. 民主党总统提名初选，就喺伫3979张党代表票内面摕到1991票，即人伫咧7个党代表大会得到提名。超期礼拜二这5场战役关系到14个州，超过1300张党代表票，正重要。佛蒙特州参议员桑德斯虽然只敢摕到4个州，也毋过又摕到第1大州加州，依然是摕到382张党代表票。Cannot beat Trump with the same old kind of politics. What we need is a new politics that brings working class people into our political movement.
参议员华伦连家己的家乡满洲拢保袂牢，输甲真歹看。那跳过前4场选战开5亿美金的选总统的好野人彭博，无赢半个州，竟然赢一个小地方美属萨摩亚。伊随宣布退选，讲要支持拜登。办作会前总统奥巴马副手的拜登，得到真侪非洲的甲西班牙的选民的支持。另外，亦有真侪对现任总统川普不满的高区选民也支持伊。伫超级礼拜二举行进前宣布弃选的布塔主席、克罗布查甲欧洛克，拢表态支持拜登。温和派势力整合，也和拜登的声势欠悬。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来日本的武汉肺炎疫情，若是包括全球公主号，全日本已经超过1000例，安尼敢会影响东京奥运？不过，即马国际奥委会已经宣布讲，东京奥运要照办。若比日本的疫情更较严重的所在是南韩，南韩即马已经有5600多人防卫着，而且有33个人死亡。因为即马南韩的体检的速度有变紧，所以嘛出现讲病院内底病床无够。若病床无够，连医护人员即马嘛互吵甲强要挤接袂掉。就伫南韩总统文在寅宣布全国进入对抗疫情的战争，24小时改变了后，南韩的武汉肺炎确诊病例数量到测试已经连续5天，过一日超过500人，而且测试的确诊病例要到啥拢是对疫情重灾区的大区市甲庆尚北道来的。若是修理确诊病例嘛继续伫增加，甲南韩天主教大学附设文平圣母病院出现依赖群组感染有关系。修理车头的列车车厢测试由军方进行专门消毒。市区的车路嘛用军用车来处消毒药水。 서울 시민의 안전을 위해 선제적 예방 활동의 일환으로 오늘 시행되는 제독 작전에 총력을 다해 지원하겠습니다. 根据韩国疾病管理本部 KCDC 测试指出，南韩疫情大爆发，其中有66%是透过群组感染。因为南韩拄即礼拜开始加速病例体检的速度，大区市超过400个确诊病例，其中有约2600个拢甲新天地耶稣教会有关系。大区市目前先体检超11000个甲教会无关系的居民，就已经有1300个人确诊，所以市区内4界拢会当看到优惠规改增，唔免落车第当体检的检测站，希望会当 更较紧嘛，更较有效的阻挡疫情，更拓开。 가장 통제가 잘 된다면 약 2~3주 내에는 이 흐름이 좀 줄어들 가능성이 있고. 嘛，因为体检的速度变紧，大区医疗人员已经添甲袂堪止，而且佫有护士连续15天无休群做工课，已经强要指责袂掉。佮加上市区病院的病床数量无够，大区市长已经要求政府提供3000张病床，而且为着要对抗疫情，南韩政府编11.7兆的韩国钱，差不多是新台币3000亿的补充预算，超过2015年因应中东呼吸道症候群。 11.6兆韩国钱的记录，这个预算会伫初5提交国会。除了加强防疫体系以外，南韩政府嘛会投入真侪资金，希望会当刺激受到疫情冲击的内需市场。记者综合报道。 镜头来记美国的夏威夷西北部的中途岛，这个所在有真侪罕见的海鸟，也佮有强要侪种的海洋动物。虽讲这个所在无固定有大人，也毋是共款有侪对海内的塑胶粪扫已经严重威胁当地生态。咱挖掘即寡海鸟的尸体，看因的腹内，内面有干仔挂、器皿，也佮耐打各种的塑胶粪扫。 看到这种情形，可能就是讲这寡鸟仔是生活伫咧人诚侪所在。也毋过其实这是无人的太平洋岛屿，伫美国夏威夷西北边的中途岛，真侪来自世界各地海洋粪扫，拢随着洋流流到遮，冲到海顶。 So not only are our beaches getting it, but also our albatross will bring it and feed it to their chicks. So we estimate about 5 tons of plastic being brought to Midway every year just by adult albatross feeding it to their chicks. 受国家海洋保护区的中途岛是信天翁上大的聚集地，遮无虾米海鸟的天敌，上大的敌人恐惊就是塑胶粪扫。真侪鸟仔食到塑胶料，若是肠仔被烫破、砸死，那么就是营养不良死亡。 There isn't a bird that doesn't have some. It's just that some get more than others, and the ones that get more than others actually, obviously, then fill their bellies up with plastics instead of food. 今年因为圣婴现象，流到中途岛的塑胶比往年较侪。受害动物除了信天翁以外，强要绝种的夏威夷深海豹甲绿蜥龟也可能互塑胶网仔甜掉而死亡。
像鲨鱼即款伫咧食物链较顶层的动物，因为掠到体内有塑胶微粒的鱼，可能也同款受害。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搁倒来咱国内，后个月就是清明的连续假期，真侪县市为着避免疫情摊开，已经取消大型的陪墓甲祭拜。另外，台北市即马嘛有定出要办活动新的 SOP， 是要求讲，若是要办活动，人甲人之间要保持1公尺远，而且高部长要办活动的所在一定要通风。民众出入灵骨塔进前，全部拢爱碰体温，甲用酒精消毒。武汉肺炎疫情继续伫拖，后个月拄好拄到清明连假，真侪民众选择经伫礼拜1甲拜5来祭拜祖先。如果可以的话，当然是大家分批上来是最好啦，是避免人群太多的时候，其实是有好处的啦。台北公有的3位灵骨塔，单日拢有100万人次来祭拜，为着避免群聚感染，还佫有疫情摊开，台北市殡葬处最近加强防疫作业，嘛通知民众唔通全家做伙来，该换代表参加祭拜。另外，灵骨塔室内室外伫咧防疫期间全面禁止烧香。我们有提供酒精就是请民众干洗手、消毒手部，所以怕这个酒精会因为这个烧香或燃煮会有火灾的问题。全台湾各县市嘛拢停办大型祭拜活动，呼吁民众分流就山拜拜，包括台北、桃园、台东取消今年的清明法会追思音乐会等等。嘉南虽然维持日期举办新中追思春节大典，毋过无主动通知民众参加。台东是针对公立灵骨塔进行门口管制，高雄是甲清明陪墓的时间提早1礼拜。新北市宗教团体是签署防疫共同声明，支持市府防疫政策，避免群聚活动，强化宗教祈福仪式。在人潮拥挤、群众聚集的地方，大型活动不会再办，甚至也可以采用线上祈福的方式。在300人以下，他们可以自行来做检核；那300人以上要送观传局跟卫生局来做审查。烦恼清明陪墓变做防疫的空棚，新北市政府呼吁民众透过线顶制作。台北市是针对举办活动制定 SOP，300人以上的活动要送市府关团局甲卫生局审核，包括袂当是无通风的空间，民众全部的过程拢爱离1公尺以上，上重要是必须爱连名单来管理。记者综合报道。为着防疫，若是爱居家检疫，也是居家隔离的乡亲是袂使坐大众运输的。若是对国外疫区转来要转去处理，伫机场即马爱坐防疫车队，有专车会载转去处理。即马伫桃园机场就有600多台专车伫排班。旅客为中港澳、韩国、意大利、伊朗入来台湾，若有居家隔离通知书的人，按规定袂当搭客运、铁路运输等等大众交通的工具。除了请厝内的人来载，为即马开始会当坐机场防疫车队，专人专车服务到厝。在7天的宣导期之后，需要居家检疫的旅客，必须要按照这样的方式返家。如果有违背的，会按照相关的法令处以10万到100万的罚款。机场公司表示，目前为中港澳甲韩国转来的旅客，每天差不多300多人。机场防疫车队开始的头一天，桃园机场整合排班的客停车、甲防租车的业者，拢总有620台车，会当载居家检疫的旅客转去厝里。带较近的按客停车跳表，路途较远的大洲的车转去，按高铁票2倍计销收费，1000块起跳。我们在车辆每一个完成任务之后，回到车厂的时候，我们执委会就会添购设备去帮他做全车的消毒，会让他做得更彻底，让旅客搭乘更安心、更安全。现在疑似体温过高的旅客通过。若要搭高铁的旅客，磅体温要有通过才会用哩。桃园机场4颗链等的交通嘛加强防疫。台湾高铁公司大兴伫桃园站启用2台有卫福部第1等级医疗器材许可证的红外线体温测量的仪器。若旅客体温伤悬，会用遐度针搁磅一解。若超过37度半，就会请伊转去，也是去看医生。按算4月底，高铁全部的车头拢会安好这个红外线体温测量的仪器。记者综合报道。防疫就无用试试啊，也有人在放假消息。武汉肺炎的假消息真多。第3月到3月初3，已经有16个案，19个人放上班。若假消息对倒来，上侪来源是中国。即马为着质疑讲，掠假消息，咱政府的效率伤过歹。法务部是表示讲，会加强速度，而且若有起诉，嘛会对外公布，要达到抬价架构的作用。
要查假消息，调查局真无意，搁查到2案。第一件是在高雄，是万海码头确诊不实讯息案；第二件是在台北青年公园确诊的不实讯息案。武汉肺炎的相关的假讯息的案件有178件，那移送79件，那112人。那我们在近期发现46件案件当中，那 IP 的位置在境外。提醒，搁再提醒，假消息毋是伫内，就是伫面册，请民众爱注意，嘛莫对你传，涉及上悬罚款300万，也是关3档。调查局毋但要查源头，嘛要阻挡假消息的流传。但早起伫立法院司法法制委员会，各有立委质疑，假消息防治中心执行的效果无好。第一个起诉率低。定罪率低，犯罪成本低，这个遏制确实是有困难的。可以要求检察官要尽速的侦结。那如果明确的话，起诉以后对外要发布新闻。嘛，因为中国的疫情严重，有风声讲200个逃去中国、香港、澳门的通缉犯主动挡来台湾归案，但是根据法务部的统计，今年1月到2月挡来台湾的通缉犯总共56个。1月回来有33位，2月回来有23位，总共加起来只有56位。从中国回来的，从国外从我们的机场或是其他的关口回来的。风化家啊，也是收容所出现群聚感染。蔡新祥强调，已经要求秘书爱密切注意，新收的零犯的旅游史也有接触史，尤其是为中国等疫区挡来台湾的人，必须爱先到特定的隔离场所隔离14天。感受若是出现疑似也是确诊的病例，防疫措施会随升级。记者台北综合报道。因为咱台湾的感染者内底有一个是无牌的印尼看护，嘛，互劳动部发文去要求新北市去查。昨昏，义工团体就专工去行政院抗议劳动部，讲劳动部是趁机会在欺负外劳，嘛，呼吁政府爱互即寡失去联络的义工合法化，安尼因若去访问到，才敢出来互医生看。去年移民署查获几下名失联移工伫台北市家禽批发市场从事抬价抬压搬稳定工作，官办屠宰场请用失联移工早用是秘密。早起台北市长高文德被问到，保证有员有200人左右是无证失联移工，头家也无提供充足催案，移工敢会成为防疫漏沟的对象。我是主张这一段时间先叫特赦期的，不然你要怎么处理？我是不晓得，我想。对劳动部、对移民署，现在这个是一个很难的题目。咱国发现无稳准移工自由转换头家加上真悬的中介费，地区全台大约5万名移工逃走，成为移民署定义的失联移工。不过，依然伫屠宰场、高山农业地带继续提供劳动力。那郭文德建议特赦。不驱离，不驱离，不处分，不处分，重新给予合法身份。移工团体也呼吁就地合法化，失联移工以不驱离、不处分、重新还原合法身份的方式，和移工登到防疫网中。我这要说，非法的不是人，非法是我们的制度，是我们的制度可耻。我们国家应该要对这些无证移工大赦，我们老早应该正视这个问题了，不要再动不动把这些无证移工当提款机。我们认为，真的在第一个现在防疫的过程里面，怎么让这些所谓逃逸外劳他愿意出来配合我们国家的防疫？我觉得最关键是让他们可以就地合法化。移工团体指出，失联移工登记不过了后，都会被劳动部以审查标准禁止来台工作。若要重新获因合法身份，就应该注销移工的逃走记录，并且获因合法的聘用空间。劳动部回应，防疫期间会全力配合疫情中心指挥官指示，并且以鼓励投案出台大规模加强查缉。也不过针对特赦甲移工团体提出的诉求，涉及修法，要有社会共识甲信心评估。记者综合报道。武汉肺炎影响咱的经济，一寡产业马上就牵连，所以政府即马有编600亿的特别预算。劳动部讲，伊嘛有500亿的就业安定基金。啊，若抵用券，经济部表示讲，初步规划，大家人会分600块到800块。饭店、餐厅空，连一人客拢无，甚至饭店人员也拢无看。即间伫桃园的有名饭店，受武汉肺炎疫情冲击，无生理。业者表示，3月开始已经向劳动局通报裁员甲放无薪假，大摊毋是无钱消费，你是毋敢出来消费。现在比较急迫的，第一，我们这些员工的问题，各行各业都有
这些员工的薪资的补助啦，或是租税的方面的救助，我是认为这是应该第一时间要做的啦。纾困特别条例通过，行政院陆续公告各项振兴措施，不过业者认为员工的生活上重要。劳动部强调，即马已经有就业安定基金500亿用作现金，要伫疫情较缓和了后发放的振兴抵用券，经济部按算每人发600到800块之间，用电子加纸本并用转达有35万业者的受惠。餐饮以及商圈、夜市跟艺文，那这个4种产业对象，那大概呢就是600到800元之间。交通部要投资8亿协助旅行业人才培训，不过旅游业普遍认为上过少，看到接袂到。我们除了编列进去特别预算的部分呢，我们交通部还有相关的像观光局或民航局有一些基金，所以如果说子弹不够，我们也会再加码。受疫情影响，主计总处2月已经下修今年经济成长率加2.37%。主计总处表示，卡出600亿特别预算通过，对公共建设有帮助，应减慢经济成长落败情形 ，GDP 保持应该无问题。记者综合报道。若是爱居家检疫，也是居家隔离，是无法度出门的。若这乡亲有要判病要安怎？所以即马就坐镇的病院，拢已经推出通讯看诊的服务。坐伫电脑前，医师详细问病人的身体状况，这是台北医学院附属病院的实时看诊。因为一名伫北部执行居家检疫的女性，日前脚出现严重痛痛，就是脚腕着受伤。经过骨科医师实时问诊了后，判定是脚底筋膜炎。看诊的过程只用10分钟。评估他的病况呢是比较危急的部分，我们会再回拨到1922通报说他是需要去就医的。医师在视讯诊疗的时候。判断呢，他的一个病情其实是比较复杂的，那我们也是一样会再回复给1922。就伫武汉肺炎疫情爆发了后，有真侪居家检疫、居家隔离，甲需要自主健康管理的民众，又往有看病需要。若是发烧，也是呼吸道镜头，由各地卫生局会安排救护车送医；若毋是发烧，也是呼吸道镜头，有其他疾病，也是慢性病，由专人协助通讯诊疗，佮由家人也是代理人协助领药啊，落实病院感染管制措施。人不要跟人接触啊，就少那个机会啊。如果是有风险的，那当然是不希望你自己来拿，因为其他病人也是来看病，是逼不得已的。另外，为了扩大各地民众旅游数，高雄登记早伫2月初3就开始实施。入园前，拢爱先录健保卡，查询旅游数。像有民众去过武汉肺炎以及警示国家，就算只是回诊提药啊，院方拢无希望伊入来。为政策实施到即马已经组织1500人次进入病院。不好意思，可是您最近有从那个泰国入境，所以您是要看哪一科？我都固定在看心脏科郑主任的，长期高血压要拿药。所以您现在药已经没有了，是吗？对。好，那我们今天有防疫门诊，我带您过去好吗？台北行政更加进一步推出无药剂探病，未来会建立手机甲电脑网页。要探病的民众需要上网无药，一天限早起下到2摆，每摆2个人，以进行总量管制。记者综合报道。要保护家己，即马爱挂喙罨、接洗手。若中国即马是公布讲，经过因的研究，武汉肺炎患者感染者会排泄物会污染环境，而且则佫透过空气内底营养的有粒仔来传播。毋过，咱台湾的专家是认为讲，咱台湾的公共卫生甲下水道拢做甲真周至，即款情形应该是要若提起乡亲接洗手较有影。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初3发布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第7版本的诊疗方案，针对病毒传播的方式，为即阵主要透过喙烂，也有密切接触传播的方式，新增加确诊病人排泄物内底的病毒对环境造成污染了后，会透过气溶胶或者是接触传播病毒的方式。不过，专家学者认为，台湾的公共卫生也有地下水道的系统真齐全，所以排泄物会直接排去下水道系统，认为透过气溶胶传播的风险也有可能性真低。
台湾，尤其像台北市，我们整个下水道的这接管率这么高，所有的这些粪便、尿液全部都进到下水道系统了，所以应该是在台湾机会是很低。所以必须要满足伫咧室内空间，而且内底有真高浓度的病毒，而且还要点真久的时间，这3项条件，去防甲传播武汉肺炎的可能性才会存在。伫咧日常生活感染的风险增加。大陆所谓的气溶胶，相当于我们普通讲的悬浮微粒。那悬浮微粒的话，它不会马上掉到地上，它会一直掉，所以它的可传导范围就是非常广。医师表示，民众伫咧便所了后，一定爱洗手，而且莫去吸到鼻仔或者是喙，也提醒尽量莫伫咧室内空间点伤久，爱保持通风，加去外口晒日头，降低气溶胶传播的风险。记者阿敏珍、陈信良台北报道。在地上大条，咱来关心真出名的网络红人蔡阿嘉，伊骑奥多麦载伊有心的太太，却拄着有人甲因攻击，伊互拍奥多麦倒去，跋伫涂骹，伊有心的太太嘛摔伫涂骹。拄着代志哦，来有摆奥多麦倒离啊了，拄啊交李飞要去买物件，后面有一个人过来拿了铁锤攻击我跟李飞，没有在开玩笑了。他先不知道是用打的还是用铁锤直接揍了李飞一拳，然后又用铁锤砸了2下我的脚，然后人就跑走了，往后方跑走了。这案件是发生伫咧拜日下晡4点多，一个穿乌衫的人，伊挂喙暗举棍仔去人喊当伫咧等车红灯的蔡阿嘉因翁仔某，还了后就随走去啊。警方即马有公布监视器的画面，蔡阿嘉的脚头虎、手骨拢有刺伤，那伊有心的太太是惊甲子宫在收缩，赶紧送病院，即马已经无大碍。目前警方正在办案，正在调查原因，嘛要等咧抓人。如果万一口不要吃了，你这个工作正常。根据美国的统计，今年的正月是全世界141年来上温暖的正月。那伫高雄茂林的紫斑蝶嘛有受到影响，因为有7个山头拢会吸引紫斑蝶来渡冬。那今年敢若有一个山头较明显。树仔紫斑蝶天甲目睭睭，即种开口向南，迎阻挡北方的山谷。过去伫茂林有7组，每年拢吸紫斑蝶来过冬。毋过为去年集冬观察到今年2月，第一摆记录到有6组是空的。今年大概只有1个是有蝴蝶完全进驻的，那其他蝴蝶谷几乎都是空的哈。那我们后来去追查这个现象，大概就是说，蝴蝶今年因为不冷的关系，所以蝴蝶进来都会在蝴蝶谷主要栖息地周边的有蜜源的一些暂栖型的蝴蝶谷里面。茂林也是维持30到40万只紫斑蝶，大部分休伫有闭园是为了检测型蝶谷，无被甲深山避风。协会推测可能是外口的温度有够温暖，也发现往年紫斑蝶1月底才离开，今年1月中已经明显回北。目前主要伫阿里山一带，毋过刷的速度可能因为中部气温较低，个减慢，通过中部时间有个甲往年差不多济。我们现在开始在国道3号252K 那边在做监测，来到那里的蝶其实还是稀稀疏疏的，已经有到了，可是时间上跟之前差不多。协会强调，整体来看，今年回北时间无去年早，毋过去年甲今年拢是暖冬，紫斑蝶也对应出现新的现象。若平均气温继续提升，烦恼紫斑蝶刷南可能会消失。记者综合报道。伫花莲有民众发现市区的树仔顶有大只蜜蜂，赶紧请专家来确认，才知影讲这是强要济种的台湾灰狐，而且花莲自本就是这款大只蜜蜂的生产地，所以看起来这个族群也伫生产。吊伫树仔顶这款乌乌的物件，就是去互民众伫咧花莲市区发现的大只蜜蜂。因为体型比一般看到的蜜蜂更较大，所以真简单地去互看到。毋过伫即马武汉肺炎疫情继续伫传的时阵，看到蜜蜂，互部分民众真烦恼。很害怕，吓一跳，因为最近那个武汉肺炎疫情很严重啊。我想说那个肺炎的那个病毒的那个带源本来是那个蝙蝠嘛，想说居然有一个这个蝙蝠停在那边。接到通报，县政府委外生态团队真紧就到现场，经过确认是已经强要济种的台湾灰狐。
根据资料，花莲某一个族群伫咧美仑溪樱花测试，煞伫咧2011年因为修剪树尾了消失，这几档虽然有出现，啊，毋过数量真少。它是一级保育类动物，最近农委会的特生中心也研究花莲可能至少100只以上的族群。那在这附近，它其实白天是在休息。那最近是武汉肺炎，大家都很敏感。微博感受大冠冠状病毒，根据花莲动植物防疫所的资料，农委会家畜卫生实验所伫咧105年到108年期间，伫咧台湾微博1000个样品检测内底测到22株冠状病毒核酸是阳性反应，但是无法度证实敢会传染予人。这些核酸经过序列分析，其实它们跟会感染人类的这些，不管是 SARS 这些病毒也好，它们的亲缘性是相比较起来是比较远的，所以也没有任何证据显示这些病毒它们会有感染人类的可能性。动保团体是表示，不管安怎，台湾恢复是保育类的野生动物，也是请民众离较远的，唔通甲伊搅扰，嘛请发现的民众唔通公布发现的地点。记者综合报道。啊，伫南投德山的富州社区是不时拢有照好的形影，社区就去向林务局申请计划，去买摄影机要来做记录。要来摕来做教材，也毋过说有人直头去偷摕摄影机，互研究人员真无奈。树木被锯掉了，相机被拿走了。就看到有树啊去互人错掉，真少看煞发现本地安伫树啊顶的照好，也就是人讲的刷鸟吧的检测器，规组碰见，连啊都无看影。这款代志已经毋是头摆来发生，有影互研究人员真心痛。这整台机器都被敲走，然后这次它是因为我们之后就把它固定在我们树木上面，防止说容易被带走。然后这次它就是准备了工具，直接把我们整棵树都锯掉，整台机器都带走。石斛啊，好漂亮的石斛。这搭是南投县德山镇富州社区，这不是有照好现身。所地社区专工甲林务局申请，要专门翕照好的摄影机，安伫山内来计用12位来观察照好，翕到的画面通摕去学校，甲学生囡仔认捌照好，但才期待煞直着插头。我们来呼吁哈，其实这个相机装在这边，纯粹是看动物，跟我们人的经过都没有什么关系。所以，我们希望路过的人以后发现这个相机的话，请多多帮忙协助一下，不要让它被人拿走了。研究人员表示，这款摄影机是专门咧翕照好，咱人是无法度伫期待留影的。呼吁民众唔通甲摄影机摸走，若有看到可疑的人士，就赶紧通知警察，也是社区人员，同齐保护机器，做伙保育照好的生态环境。记者综合报道。台南北门的鹅寮国小要100岁啊！学生囡仔专工用在地鹅仔壳做一道艺术饼，要送予学校做100岁的生日。一寡搭伫壁顶是用在地蚵仔粉、透白红门头灌模做的，嘛是台南市北门区蚵寮国小学生的作品。最近因阁用灰仔土来做含有生物，美化校园内底墙面。上面的部分哈，在预计用我们科寮国小哈在地的科粉艺术，再来粘贴这个墙面哈。当然还在建构当中。我海蚵寮国小为着庆祝学校100年校庆。设计一面海洋生物陶艺饼，佮加上校友红胶色创造的岩石，原本的旧墙面全换新，嘛真有北门在地特色。大理石的墙面哈，脱落了，脱落，这个墙面变成不是很 OK 哈，不是很好看。那我们经过这次的改造，好让我们这个墙面哈更有艺术气息。除了蚵仔粉艺术和陶艺创作。蚵寮国小阁有3D 的彩画，校方设计这款特别的校庭课程，毋但符合108课纲的精神，阁会使看到学生的创意，嘛互学生愈了解地方的产业和在地历史。记者综合报道。环境爱关心，咱来去巴西阿马总，伊个所在有一种真野白个粉红色的海底，而且是正水的海底。伊规身躯拢粉红色的，袂输是行见效面红红，看起来真水，因为真特别，所以当地居民拢会去偷掠。嘛，互动保团体即马是烦恼讲，这款海底会济种。希望忘掉的就是巴岛粉红色的亚马逊淡水海猪。动保专家甲因掠进化了做检测采样，伫身躯顶烧一个标记，方便以后追踪，结果甲因放回去。亚马逊淡水海猪是世界上体型上大的淡水海猪，大只了自浅肤色变做粉红色，
若是改变行为或者是日头晒过了，皮肤的色也会改变，就敢若是人面会红同款。当地也有一个正美丽的传说，讲亚马逊海猪伫咧暗时会变做正缘投的查甫人去生少女，第二天透早又搁变做海猪。Eu sou encantada a cada dia por esses animais, são animais fascinantes. 亚马逊粉红海猪，那有生的期间是13个月，养出世了有2年的时间拢爱老母照顾，所以母的海猪就要过3-5年才会过生，而且每年有2500只互渔民掠去，作为要掠另外一种大型鯰鱼的饵。这种淡水海猪已经是越为名单。当地检方伫2015年提出禁止掠鯰鱼的禁令，希望保护这种海猪。不过禁令伫顶个月到期，专家希望会当延长。E a gente não quer, certamente, que esses golfinhos se tornem só uma lenda aqui da Amazônia, mas que eles permaneçam por muito e muito tempo. 动保专家担心，若是无赶紧采取有效的行动，亚马逊粉红海猪恐惊会甲长江白质海猪同款绝种。长江白质海猪因为渔民掠过头甲污染，伫2006年消失。记者综合报道。那伫哥伦比亚是有一个毒品的大搬箱，毋过伊已经死27冬啊。毋过在生之前，伊有饲4只的河马做伊的动物伴，结果这个河马因为过伤好，原本敢若4只，即马已经拖到变家族啊有60-70只，嘛引起生态问题。对空中看哥伦比亚上长的马格达莱纳河，会当看到河马家族是用神仙的耍水。这寡真大只的动物原本是对非洲来的，移民去无敌人的哥伦比亚了后，日子实在上好过，族群的数量加真济，变做当地的大问题。Calculan que hay de 60-70 individuos en vida libre, porque estos animales no están controlados, estos animales están libres, entonces están causando primero una serie de problemas a nivel 这拢是因为1980年代是大好野人的毒贩艾斯科巴，甲家己厝的庄园变做野生动物园，引进像麒麟笼等等真罕见的野生动物，其中佫包括4只河马所造成的状况。艾斯科巴过身了后，财产充公，伊豪华的庄园变做主题公园，当局甲珍贵的动物拢送走，敢若剩即寡大只性地佫歹的河马是真歹处理。就下咧无管，一只公的3只母的，真紧就发展做大家族。河边的多拉戴尔丁，常常看到河马走出来踅街，有时阵走入去骹球场食草，有时阵半暝走入去人厝林，已经变做在地的特色。公园内底拢有放河马的箱，变做成观光客的吉祥物。不过当地民众看法是真无同。Sí, es muy bonito y es impresionante sí verlo en las calles de. Yo quisiera que se mantuvieran porque eso genera más turismo, la gente quiere. La niña que yo tengo pues acá, María José, ella cuando lo vio dijo, abuela, ¿qué hacemos, abuelita? 哥伦比亚去年头一遍伫野外替母的河马做节育的手术，敢若是切开河马的牛皮，金肉顶顶就爱开3点钟，了后搁爱消毒填起来，才会当野放。但是因讲，目前还阁做甲无够紧，预计河马数量伫未来10年会增加4倍，上尾可能会有数千只遐济。记者综合报道。咱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伫咧北部的温度上低13度，上悬18度；中部的温度上低15度，上悬22度；南部的温度上低14度，上悬27度；东部的温度上低15度，上悬21度。外岛是8度到21度。感谢乡亲收看今日的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邝兴竹，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